最新的消息，咱来关心黎巴嫩发生 BB 扣大规模爆炸，第一时间传出讲，这 BB 扣是咱台湾金阿波罗公司的，所以树林地检署是认定讲，这已经牵涉到国安问题，所以主动分案调查。昨昏又约谈金阿波罗公司的董事长柯成功，也个欧洲公司 BAC 伫咱台湾的联络人一个姓吴的女性，两个人互讯问了后，伫今仔日透早拢互请回。黎巴嫩传出 BB 扣集体爆炸，造成上千人死伤，震惊国际。外国媒体一开始报道的时阵，讲这款 BB 扣是来自台湾的金阿波罗公司，验过董事长柯成功否认，讲是授权予匈牙利厂商 BAC， 也就是打金阿波罗牌子的大百货。树林地检署认定涉及到国安问题，就讲针对金阿波罗公司，也有 BAC 在台办事处临时的所在进行搜查。并且以证人的身份约谈负责人柯成功，甲协助 BAC 在台办事处承租共享办公室姓吴的女子。柯成功讲 ，BAC 公司伫咧台湾的联络人是一位姓吴的女性，办公厅是伫咧台北的内湖科学园区，验过已经伫咧今年5月退租。检察官透明核实了，伫今仔日透早有令柯成功甲吴姓女子请回。台湾并没有直接出口该款呼叫器到黎巴嫩，且该款呼叫器内结构包括通讯接收天线、微处理器晶片、通讯解码器、主机板、显示器以及一颗3号干式碱性电池，并不具备爆炸造成死伤的可能性。外交部表示，经阿波罗自2022到2024年8月出口20万套 BB 扣，主要是欧美国家，并无直接出口到黎巴嫩。BB 扣内部的结果是无爆炸的可能性。验过《金融时报》报道 ，BB 扣伫咧欧洲或者是中东组装，有可能用到台湾或者是中国的零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